啊，下来吧。唐明呢？啊，五哥来了。那人呢？他接一电话说有事先撤了。还能有什么事啊？今天休息。不会被那个白骨精又给迷住了吧？什么白骨精啊？哎，行了，果果，Tony不是找你有急事吗？你赶紧走吧。对。哎，大芒果，我现在就当着你的面儿再跟正楚表白一次。什么？再给我一些时间，我一定会让你喜欢上我。不可能。调皮。对了，大芒果，提醒你一下啊，你们公司那个艾拉你可以开除了，因为你的事情都是他告诉我的，不信。聊得不错啊，有希望成闺蜜吗？闺蜜现在谈不上，反正也不是什么大事儿，说开了就好了。你看，我就说你们能和好吧？设下骗局是吧？诱我深入。正楚，你还长本事了你！我不是为你好吗？你去哪儿啊？没事吧？谢谢啊。嘿，谭明刚，珊珊，你找我有什么事啊？这个是我给阿姨买的礼物，帮我转交给她吧。送我妈礼物？我听他们说，打麻将的人摸一摸玉牌，手就会很好，所以我就买了一副和田玉的麻将送给她。谢谢，但是以后别这么破费了。不用客气。对了，一会儿去哪儿？我正好约了个朋友就在附近，你能带我一程吗？好啊，没问题。医生，有什么事儿吗？您之前不是说这个不会有什么问题吗？你之前知不知道自己有低频？什么是低频啊？低频呢，就是地中海贫血症。从这个报告上看呢，你有轻度地中海贫血症。地中海贫血症？这个严重吗？会影响到孩子的健康吗？孩子爸爸在哪儿？孩子爸爸，对，你是有轻度的地中海贫血症，没什么问题，也不用担心。但是这个病呢，会对胎儿有影响的。如果他也是轻度的话呢，也没有问题；如果是中度或者重度的话呢，就要采取一定的措施了。这样，你让孩子的爸爸也来抽个血，如果完全正常，或者和你一样是轻度的话，这个孩子可以考虑留下来。如果是重度的呢？风险很大，得考虑引产。医生，那个孩子爸爸，孩子爸爸不在这儿啊。出来了，孩子怎么样了？我问你话呢，孩子怎么样？地中海贫血，这是什么病啊？严重吗？啊？到底严不严重啊？哎，苏芒，你别跑啊！哎。苏芒，你把门打开。不是苏芒，你别吓我，有什么问题我们一起解决嘛。苏芒，郑总，医院打电话来，需要你亲自接听一下。你没看到我很忙吗？我真的没有时间。他说有非常重要的事情，再说已经今天的第6通电话了。真是烦死人了！为什么老是在我最忙的时候给我打电话呢？
好吧，好吧，把电话接进来。Hello， 我是郑美玲。到了我这个年纪，没有毛病才是不正常。以后这些小事别来烦我。最近实在忙到没有时间去你们医院做检查。那这不就解决了？这些医院呢，恨不得我五脏六腑全都有问题，他们就开心了。凯瑞，你先出去吧。I have something very important to say to Melinda. 郑总，您的私人医生 David 来了。我说了我很忙啊，为什么一定要在我最忙的时候来找我呢？他说有非常重要的事情，一定要当面告诉你。好吧，好吧，让他进来。但愿他的事情真的是非常重要。请进。David, tell me what you want. I have a meeting to get to in 5 minutes. Melinda, this is a very serious matter. Your test results have returned, and you have a lump in your breast. According to our analysis, there's a very good chance that this is not a benign tumor. That's why I came to see you immediately. There's a very good chance you have breast cancer. Given the position and growth of the tumor, there's about an 80% chance that you have cancer. That's why I want you to come with me immediately to the hospital to make a further analysis. 没事儿吧？你半天不开门啊？郑主，孩子可能要出事儿了。来，你过来，坐下慢慢跟我说啊。到底怎么回事？我不知道自己有地中海贫血，可能会遗传给孩子。不是，这地中海贫血它很严重吗？你看看，这是我刚查的资料，资料上说特别严重。你先别乱啊，有的时候网上说的也不一定对。大夫是怎么说的？大夫说，我只是轻度的，但是为了确认，必须叫孩子爸爸也去检查一下。那你去联系孩子的父亲，让他去验个血。我明白了，不方便。这样，我给唐明取一个电话啊，他是大夫，比我们知道的至少会多一点。哎喂，问你个事儿啊，地中海贫血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病啊？是这样的，单独一方轻度地贫一般没什么问题，但如果父母双方都是乙型轻度地贫，那里面就存在几个几率问题。胎儿有25%的几率是正常人，有50%是轻型地贫，剩下25%才是重型地贫。也就是说，只有1/4的可能是较为不幸的。这种情况能让父亲抽血化验一下最好。行，我知道了。好吧。那个，唐明的意思，也是让你找孩子的父亲去做个检查。我知道了。你先回去吧。你这样，我哪能放心啊？我没事儿，我就想一个人待会儿。好。要不然这样吧，你去卧室待着，我在外屋。有事给我打电话啊。宝宝，你是在惩罚妈妈吗？孩子爸爸，他们都让我找你爸爸。
可我怎么知道你爸爸在哪儿？是谁生病了吗？好像很严重的样子。正处上司，不过也不算很严重。还是好上了。你说什么？上回我撞见郑楚和他那个女上司在一起，他还给我解释说，怎么都不会喜欢上那样的女人。唉，看来啊，爱情这种东西是看缘分的，要是来了挡也挡不住。对了，唐明哥，我问你件事情。什么事啊？你还记不记得上次你那件衣服上有一个胸针？我记得啊，怎么了？啊，我觉得挺别致的，我想问你在哪儿买的？我同事过生日，我想送给他。外面买不到，是亲手设计的。亲手设计的？是设计师？其实他算是一名助理，不过他做东西很有灵气，非常漂亮。我觉得以后他肯定会是一个很优秀的设计师。不会这么巧吧？你说什么？哦，没什么。喂 ，Cliff，我是苏芒。是这样的，我在这边检查身体，检查出有轻度的地中海贫血，医生建议我让孩子的爸爸也去检查一下。我想问您一下，你那边有孩子爸爸的血样资料吗 David, with all this checking, have you found out the problem with the cyst in my body? It's not so good, Melinda. We can almost diagnose your tumor, and it appears to be malignant. How could it be? I've never felt pain here before. Many patients show no symptoms at the onset. That's why you must be admitted to the hospital immediately. I'll have them expedite the admission procedures. Melinda, where are you going? You must be admitted to the hospital. How can I stay in the hospital now? I still have a lot of work to do. It's just cancer. If I have to die, then I'll die after. Melinda!没错，我这位朋友呢，她有轻度的这个地中海贫血症，而且她是一个孕期的女性。您也建议让孩子的父亲去验个血是吧？知道了，谢谢。我会的，会替您向唐明问好的。好，再见。喂，您好。是，我是唐明的朋友。不好意思，这么晚还打扰您啊。是这样的，我有一个朋友啊，她得了轻度的地中海贫血症，不过呢，她是一个孕期的女性，我想问问，这种症状对于胎儿的影响会不会很大呀？是有概率的是吧？那应该怎么办呢？没事吧？没事啊。你昨晚是不是熬夜了？对啊。怎么，碍着你事儿了？你知不知道熬夜对于一个正常人的危害是什么呀？我告诉你啊，免疫力下降，皮肤粗糙，神经衰弱，容易失眠生病。更何况你是个孕妇啊！哎呀，行了，一大早上别唠叨了，行吗？其实呢，孩子的事你真不用太担心。我问过唐明了，他说这只是概率问题。
这是我昨天晚上帮你查的资料。唐明给了我几个国外的专家医生的电话，他们的意见是，现在最重要的是你要照顾好自己，你都垮了，孩子怎么办？虽然查的。啊。他们的意见大同小异了，但是还是有一些参考价值的。我给你放在这儿，回头你看啊。谢谢啊。不客气。其实我已经有应对方案了。你打算怎么做？等。等？对啊，昨天太不冷静了。我想，如果连我自己都没有信心，我有什么资格保护宝宝呀？一会儿我先去把工作处理了，接着去医院再做一次地皮检查。吃，就知道吃，外面都要炸了，你知不知道？怎么了呀又？今天早上市场部又咔嚓了2个，刚我去洗手间的时候，那俩人在里哭呢。你们猜为什么？卖什么关子？快说啊！人事部给出的结论是工作不利，但是啊，我都打听清楚，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就因为他们讨论了几句我们苏总和楚哥的事儿，哎，也是倒霉，就让狒狒给听见了。狒狒当下就宣布了辞退决定，太帅了。以后啊，大家都说市场部也干脆别叫市场部了，就叫阎王殿算了。不是，哎，我就奇了怪了，你们说狒狒什么时候变成苏总的头号粉丝了？人家不就说2句我们部的事儿吗？他在那急个什么劲儿？哎，你赶紧给我分析一下，这种心态你了解？关我什么事儿？上次那事之后，你不是就对苏总路转粉了吗？哎，狒狒和我们部门一向势如水火，你看现在他那样，和你如出一辙。我现在就去查查公司有没有条例，可不可以跨部开除员工？如果有，告诉狒狒，旅游事业部也有八卦的闲人，让他赶紧清理门户。我，苏总，早上好。大家早。垃圾。早上好。那个不是苏总，你听我解释啊，这个呢，它不是那种垃圾食品。它是健康食品，它海苔你知道吗？吃了对人身体特别好，尤其孕妇吃了也特别好，真的特别有利于孩子的这个健康啊、发展啊什么的。要不来一点儿？谢谢。我是不是出现幻觉了？我刚才你们看见没有？他佳，我做梦呢！你赶紧打我一巴掌！给我打我一巴掌！快点！不是做梦啊！他没有让我把吃的倒掉，也没有让我2分钟之内吃完，他把它拿走了。你们看见没？看见了。看来黑蜘蛛跟以前真不一样了啊！担心什么？你比他差远了。刚才他见主任的时候，人家冷静陈述，有条有理。你看你自己，快哭出来了。没那么夸张。不过我跟你说实话啊，他越是冷静，我越是担心。你不知道，他这人就跟刺猬一样，外边特别坚强，其实里边特别柔软。郑楚，你老实告诉我，你是太入戏了，还是动了真情？什么？我们兄弟这么多年了，我说话你应该很清楚吧？算了，你该怎么做，自己心里有数。喂，郑楚，你在哪呢？我在你哥的医院呢。那你等我一下，我10分钟之后就到啊。给我个电话。他要来这儿找我。好，苏莽，有什么事可以来找我。地品的事情你不用担心。好，
谢谢您。谢谢啊。那个一会儿，姑姑要来。对。那行吧，你们俩好好聊。我去抽血做个化验，然后直接回公司了。啊，好的，那你自己小心点啊。大芒果又怎么了？你怎么知道我是陪他来的医院？很难猜嘛。我哥今天休息，你呢又是个工作狂，难道没事你跑这旅游啊？是。说吧，找我什么事？我有事情想问你，不问清楚我心里不舒服。sorry，我给不了答案。不是你唐大小姐的疑问，我一凡夫俗子，我哪解决得了？这件事只能你解决。你要是敢走，我就大喊我喜欢你啊！说啊，请说。你是不是喜欢苏芒？这就是你要弄清楚的问题啊。是啊，我想了好多天了。如果你心里没有别人，你怎么可能不喜欢我呢？那我跟你说，果果，这是两回事儿啊，两回事儿。首先呢，我一直拿你当妹妹看啊，这事儿我已经说了800遍了。至于苏芒，我一开始都没拿她当女人看。那现在呢？现在我给你打个比方吧啊，你听我说，你在台上唱着歌呢啊，这突然有人呢向你泼臭水、扔鸡蛋，你还知道这事儿是谁干的，你会怎么对待他？还能怎么对待他？当然以牙还牙了。我是那么好欺负的吗？不对呀，说苏芒呢，你扯我身上干嘛呀？你知道他会怎么做吗？就算他做的再不好，从你嘴里说出来也是好的。我说话绝对客观公正。在三亚房产峰会的时候，其实是因为我的采购环节出了问题，但那个时候苏芒就站出来帮我承担了责任。那还不是知道你想说什么？还不是因为那个人是你正处吗？换别人他才不管呢，是不是？可是换了别人他一样。前段时间我们公司有一导游出了问题，照我们公司的规章制度啊，导游出了问题，项目负责人得要罚款啊，甚至被开除。后来他了解到这个项目负责人家里有点隐疾，所以说呢，他就主动出面把这事给扛了，还自掏腰包给客户赔偿了损失。你喜欢圣母？什么呀？哪儿跟哪儿？你说的？他谈不上圣母，但是我觉得这人挺豁达。其实呢，他早就知道艾拉在背地里调查他的事情。他早就知道了。那他怎么不开除他呀？那我也这么想啊，可人就没这么干。我问他了，他说事儿是他做的，既然他做了的事情，就不怕任何人来非议。你别看他平时好像跟谁都爱答不理的，其实他什么都知道。你不如直接告诉我，你好喜欢他。什么？那他在工作中确实是个女强人啊，不过到生活里呢，就变成了一个白痴。他连电饭锅都不会用，这点比你差远了。而在公司里边，平时跟大家都吹胡子瞪眼的，那其实私底下也是处处为大家着想。所以呢，我不愿意看他受委屈，我也不想让他为难。当他碰到事儿的时候，我会选择站在他这一边。我不会让他受。
小楚，爱美集团要以“爱美之旅”为主题策划一个活动，我想让你帮我主办这个活动。初步方案已经发给你了，你看一下。这是爱美送来的资料，我看了一下，他们的要求有几点：第一是希望这次的活动不要太商业化、市场化，必须要跟公益结合，然后围绕的主题是女性健康以及疾病防治；第二呢，是他们希望这次的活动不是一次性消费，有延伸性，最好是可以做成活动季的效果。你也觉得奇怪啊？我跟你一样，我就纳了闷了，我这姑姑什么时候对公益这么感兴趣，还要预防什么疾病？没有啊，我觉得挺好。 毕竟人家是内衣品牌嘛。不过呢，你也别急着总结，我这还有第5、第6、第7、第8。来，好好看看，学习一下。以下几种情况若发生，可导致合作不予进行。接着念。第一，正处无法作为爱美之旅项目的总负责人，否则合作不予进行。还有呢，你看，第2，在项目合作期间，乙方也就是我们集团，若发生任何不尊重正处的行为，合作不予进行。还有第3，你看看啊，若正处与乙方高管，也就是我，发生冲突的话，我不可以对你进行任何压制行为，否则合作不予进行。还有啊，可以了，我看完了。这是我姑姑发给您的。对啊，除了你姑姑，谁能写出这么体贴你的合约条款呢？正楚啊，你怎么跟你姑姑说的？我平时怎么欺负你了？没有，您别着急，我去跟他解释。滚！你想让公司丢了大单是不是？人家可是爱美集团。没关系，项目负责人嘛，你来当，我来为你服务。郑总，我是苏芒，请多多指教。你别入戏太快，我害怕。干活去。这样我就舒服多了。小样儿，以为有靠山了，我还弄不了你了。哎，小秋，喂，小秋啊，你在我们公司楼下啊？好，我马上下来啊。你今天怎么过来了？我来看看你啊。不会跟别人讲的。我当时想的很简单，觉得自己呢可以把孩子带大，不是什么难事。可现在突然面临这么多问题，我都觉得我当初的决定太草率了。别这样，苏芒。虽然我没有当过妈妈，但是我理解你当初的选择。不管怎么样，它都是一个小生命，是你的骨肉。现在只是个小坎，忍过去就没事了。那万一以后有大坎呢？你不知道，
我每次做检查都跟闯关似的。开始吧，担心宫外孕，接着担心有没有胎心，后来呢，担心孩子长得太慢，现在又遇到地贫的问题。就算这一关闯过去了，那以后呢？还有什么唐筛、唐耐、B 超大排畸检查？哎，你都不知道，问题多的我想都不敢想。苏芒，你现在是个母亲，这些都是你要承担的责任。你那么不怕输，现在遇见这么一点小事儿，你就想放弃一个生命啊？我没想放弃，我就是憋得慌。不是今天你来了吗？跟你说说。傻瓜，你既然当我是闺蜜，闺蜜是什么呀？就是在关键的时候当你的垃圾桶啊。不过我觉得你还是应该把孩子的爸爸找到。你也说了，这之后还要过5关斩6将的，万一有需要他配合的地方，不也是为了宝宝考虑吗？我最近也在想这个问题呢。您的地中海贫血验血报告已出，请于5日之内凭借有效身份证件至血液科12号窗口提取报告。怎么了？医院说检查结果出来了，让我去拿。别怕，我陪你去。你终于想起我了。我刚才要跟你视频，你为什么不接？我手机摄像头坏了，你找我做什么？姑姑，你能不能不要用这种方式来干涉我的工作呀？其他任何事我都可以听你的，但这件事你能不能听我一次啊？不是，那您是在为难我。就我们公司比我有资历、有能力的人多了去了。再说这么大一项目，搁平时那都得是总监级的人才去负责。姑姑，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你就别勉强我了，好不好？小楚啊，姑姑都已经这样了，你可不可以不要像你爸爸一样，争气一点呢？你怎么了？听着，郑楚，你都不小了，姑姑都是为你着想。你好好负责这个项目，总之你努力用心去做，姑姑一定在后面帮你，没有人会说你闲话的。姑姑，我真的不想再讲了。总之，无论如何，这个案子必须你负责到底。如果你不做的话，那你和 MG 以后都不要来找我了。小楚，你一定要撑下去。姑姑不知还可以等你多久。哎，郑主，哎，我问你，你们那个爱美之旅什么情况啊？还是你们那个部门默认有关系就能当上这总负责人？嗯，不是，费总是这样。这美玲女士呢，是我姑姑这件事情，在我出生以前就已经注定了，我也没有办法。舒总知道吗？那他当然知道了，不过艾美提议我当负责人，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不过啊，这节目呢是这样的啊，一对异地恋的情侣啊，男的呢在天津，普通上班族，女的呢在上海是一个模特。这个男的特别反对女方从事这个行业，所以他们俩就吵架了，要分手。你今天的目的就是劝他们啊，你看看这台词儿。已经坚持3年了，为什么不再给彼此一些时间呢？男女之间最重要的是信任，我不赞同你们分手。这什么破台词啊？这不害人呢吗？这怎么害人了？你看，你看，你看啊，这资料上写了，两人放假在一起的时候，男的跟梢偷看女友手机，这女的呢也不省心，男闺蜜就10几个，还说是纯洁的男女关系，你信吗？反正我不信。分手，赶紧分手，谁也别怀谁。不是你信不信他干什么呀？干嘛你走心了你还？我这是对他们负责任。你负什么责呀？假的，演戏呢，编剧写的台本，演员说的台词，一会儿你照这个台本说台词，然后呢他们俩就会和好啊，他们俩和好，我们就好了啊。你这不是让我骗人呢吗？我不干。这怎么能是骗人呢？这怎么能是骗人？你能说是艺术是骗人的吗？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对不对？再说了，你说我们现在嗓子都这样了，唱不了歌啊，咱们现在就只能说话了呀。可是这种情感调节不符合我的气质啊。我懂你 ，Superstar 必须在天上一闪一闪亮晶晶，但是高处不胜寒呐，对吧？我们也得时不时的接点地气儿吧，什么的。这个情感速递节目很接地气，火爆了，电视收视率、网络点击率、微博热搜榜名列前茅。哎，跟你说话，你干嘛呢？汤尼啊，你说苏畅是不是出国了呀？可是出国也能发微信呀，不会是得什么绝症了吧？神志不清，拿不了手机，不会是死了吧？要不然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呢？以前1天7、8个电话，现在微信没有，朋友圈也不更新，怎么回事呢？这个人啊！我告诉你，如果你再不听我说话，我们就真死了，知道吗？哎，你不要老提这个臭小子行不行？你忘了，你就是因为他姐姐才被郑楚打了1巴掌的。苏萌是苏萌，苏畅是苏畅，郑楚打的我跟他有什么关系啊？汤尼啊，我真的很后悔把这件事情告诉你。这都过去几天了，你还逮个事儿叫不赖呀？你是觉得我挨打了，你高兴是不是？还是巴不得郑楚打我一下，苏畅再来一下啊？好了，我说这些呢，就是为了担心你，啊，我不说了不行吗？啊，我不打扰你了，你把这个台词背一背啊，一会儿照这个台词说。我走了。你到底在哪儿啊？怎么样了？医生怎么说的？医生说我一切正常，没事了。之前不是说地贫吗？害你还担心那么久。他说是误诊。医生怎么会那么巧啊？误诊？是。医生说我的检查数值只要在这个范围内都是合理的，那就没问题啦。可我总是不放心呀。哎，要不然我再做一次检查吧。那。喂，啊，柯瑞夫你好，我正想打给你呢，你帮我查到了吗？我看过你的报告，完全没有问题，数据还有精子方面也都 OK， 所以我有充分理由怀疑，是不是你那边的检查有误？哦，是，我又检查了一次，说一切正常了。哦，好，谢谢啊，麻烦你了。我一猜你就在这儿。
办公室里没人，我给唐明去电话了，说今天应该会出检测报告，我就猜你来医院了。你们俩这友情发展速度挺快啊！我们这女人之间的友谊你不懂。哎，医生怎么说？医生说误诊了。啊？而且英国那边打电话来说也没什么问题。那就是虚惊一场嘛！真是的，还大喘气儿。我跟你说，也就是你点子正，知道吗？人医院里面出现误诊这种情况啊，那基本上是万分之一，能落你头上，你这可以啊？不行，那我必须再做一次检查。不，为什么呀？你刚才也说了，误诊率那么低，怎么就被我摊上了？没准儿这次是误诊，上次是对的呢。你当我是乌鸦嘴啊？你别自己吓自己，好不好？我不是开玩笑的，我现在的一举一动跟宝宝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我想，我再重新检测一次。哟呵，你最近这检查做的那么多，你还要做检查呀？郑楚，苏妈想做你就让她做吧，做一个系统的检查，她能安心一点。还是你了解我，不做这个检查我不放心啊。这样，你留下陪我。好啊。小秋，你陪了我半天了，你先回去，有事我给你电话。好，郑主，苏妈交给你了啊。走吧，去报号。行了，你还真要去做检查呀？不是，你最近这检查那检查已经做的很多了，检查做太多对孩儿也不好，知道吗？喂。哦，好，我马上回去。什么事儿？罗总要开会。哎呦，那赶紧的，走，不做检查了啊，听我的。上面写的清清楚楚是误诊，知道吗？你要相信党，相信国家，知道吗？我每天工作容易吗？天天风里来雨里去，回家就是为了一口热乎饭，一句热乎话。可你呢，偏要去做什么模特？我赚的钱还不够咱们花吗？你就不能安分一点过日子吗？安分？什么是安分啊？找个稳定的工作，朝九晚5的下班，这就叫安分。你就是看不惯我当模特。对，我就是看不惯你做模特。怎么了？唐果果，您对这个事情怎么看呢？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有不对的地方。本来不相识的两个人能成为恋人就已经很幸运了。大家都很年轻，需要包容和理解吧。女生，你脾气不要那么大。男生呢，也多包容一下女生，对不对？唐老师说的非常对啊，男女相处最重要的就是尊重和包容，对不对？那男嘉宾，模特是你女朋友的爱好，如果说她不放弃这个爱好，你们俩还能不能走在一起？不会。什么模特是爱好啊？别扣爱好那么大的帽子。她其实就是喜欢抛头露面，确切的说，她就是喜欢穿的很少，在男人面前抛头露面。我身材好，我长得好看，不给你长面子呀？我说你这个人，你那么狭隘呢你？我狭隘？你敢跟主持人说你有多少个男闺蜜吗？我有男闺蜜，你怎么知道的啊？还不是偷看我手机？我出去吃饭的时候，你跟踪我呀？如果安分守己，我会偷看你手机吗？我会跟踪你吗？我什么时候不安分守己？你安分守己，你有那么多男闺蜜？你有那么多男闺蜜？家。干嘛呀？就是。来，咱们这边坐。坐下。谢总，我们开会，你带他来干什么？今天的会议，难道跟他没关系吗？罗总，来了也好，坐吧，小郑。哎，小郑啊，我听说，爱美的郑总是你姑姑。是的。爱美是国际知名的大公司，我们很珍惜和爱美的合作机会，但这次项目的合作前提，是你必须成为该项目的负责人。你姑姑这么做，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啊？罗总，郑美玲女士呢？她的意思是……罗总，我和您的看法略有不同。
你一口一个安分守己，什么叫安分守己啊？哥哥，拜托，当模特怎么不好了？什么叫抛头露面？那我做歌手，每天出席那么多场合，那我是不是也不安分了？你给我坐下，没说完呢。还有你做的也不对，知道吗？男闺蜜也好，普通异性也罢，你要做的是注意分寸，分寸你懂吗？啊，唐老师，先休息吧。我跟你讲了，我没说完呢。他刚才说了，你半夜3点才醉酒回家，还是男闺蜜把你送回来的。姑娘，你分清一下概念好不好？暧昧不清的那不是男闺蜜，那是备胎。如果我是你男朋友，我也会忍不住查岗的，你知道吗？哎，咔！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导演，对不起啊，对不起。妈呀，我说对不起，导演，对不起，我们稍微暂停一下，对不起。哎，Tony，我说的有没有道理？休息。哎，对不起。我说没动作，对不对？哎呀，要什么情况？台本不是这样写的。什么人？谁来？你误词儿啊！如果郑楚不是我们公司的人，我想郑总也不会把这个项目交给我们来做吧。而且他还亲自跟 C-Trip 总部打过招呼了，我们可以省去投标跟竞标的过程，还可以直接跟爱美集团对话。这既节省了时间，也加快了我们工作进程。舒总，你的意思是说，爱美这么做，我们反而占了便宜了，是吗？啊？你如果直接这么理解也行。现在的合作是行业渗透、联合营销，我想这对于我们公司的社会效益，远比费总心中的价值要高得多。一句人情社会，就可以改变我们公司的制度吗？合作当然可以了，但是他们指定要派我们公司的总负责人，你不觉得爱美这手伸得太长了吗？费总，请你注意用词。郑楚。费总，手伸得长有什么关系？我觉得郑楚完全可以胜任这个工作呀。我对郑楚没有任何意见，只不过他只是个旅游体验师，这一次的项目责任重大的。那是没给他机会。郑楚入职5年，一直兢兢业业，大大小小的项目在他手里从来没有出过问题。他在业内的口碑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不管是之前的中毒事件，还是这次的导游事件，他都完成得非常出色。我们公司一直注重能力，他既然有这个能力，为什么不可以做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呢？舒总，你这未免也太护短了吧？如果他有你说的那么优秀的话，为什么你们部门的晋升名单从来没有他呢？费总，你也说了，那是我们部门的事儿，跟你们部门有什么关系啊？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爱美之旅这个项目虽然是全公司都要参与的重点项目，但是郑总是看在我们部门员工的面子上，才给了这次合作机会。我认为这个时候质疑郑楚的能力非常不妥当。可是他没有带队的经验，甚至他没有一人完成一个项目过。我刚才说了，他没有机会，他是我的人，我了解。舒莽，费烨，好了，大家都在正常的探讨工作，没有必要搞这么剑拔弩张的。既然舒总这么坚持的话，那我就退一步。郑楚他可以当负责人，但是他只能当挂名的负责人。真正执行的负责人，必须是你或者是我们2个其中之一。只要让郑楚做就可以了。我苏芒对这个不感兴趣。费烨，你总是强调只有总监可以当负责人，为什么呀？我们大家都知道，负责人是有提成可拿的，你要靠这个养家糊口啊。舒莽，你这话说的，你这话怎么了？不是，2位总监，我们是在聊工作，不要情绪化。闭嘴！罗总，对不起啊。如果郑楚呢一定要当负责人的话，那这个项目由他们部门自己完成就好，我们不介入。罗总，如果这个项目在郑楚负责的情况下没有顺利完成的话，不用您惩罚的，我苏芒引咎辞职，怎么样？这么说你是要逼死我呀？如果反过来，他顺利完成了这个项目，费总，你是不是也该有所表示啊？如果他可以完成，那我就在全公司面前向他鞠躬道歉。好，那我在这儿替郑楚要个保证，如果需要市场部的配合，你不可以恶意推脱给他穿小鞋。开玩笑，你以为我是你啊？谢谢费总这么明白事理。罗总，如果你也认同的话，麻烦你让人事部尽快下一个通知，任命郑楚为这个项目负责人。
我也好尽快通知艾美那边。只要确定了这个事情，我想这个项目很快可以顺利进行。我总监34啊。那好吧，我马上让人事部发通知。谢谢陆总。谢谢。走啊！你干嘛？哎呀！进。你要把我撇到哪儿去啊你？我跟你说过，你照台本读，你干嘛呢？你搜了什么呢？你知道你这样的做法，你让我跟那些电视台的人怎么解释？底下那么多观众看着呢，你这叫路痴吃苦，你知不知道？但是你看台下观众的反应都是支持我的，好不好？你家起哄的，你没看出来吗？看热闹呢。用收视率说话，没准播出的时候这段反响最高呢。我告诉你，这段不被掐播就不错了。果文，你听我说啊，我们现在只能上这种节目，增加一下我们的曝光度了，你知道吗？所以咱不要这么任性了，好不好？好吗？走，我得找你去道个歉啊！走。Tony， 我就是这样的性格。这种虚伪作假的事情，让其他艺人来做吧，我真的做不来。OK， 好，我们不做了啊。啊，对不起。对不起啊。是我对不起你啊。郑总，你也听见了，我可是押上我全部的身家性命在你身上，你争点气啊！你刚才为什么要那么说？说什么？说这个项目做不好，你就辞职。哦，说完我就后悔了。你不也说了吗？孕妇就是神经病，脑子一热，经常胡说八道。谢谢。谢什么呀？没瞅我眼瞎了。总之啊，我大话可是说出去了，你必须尽心尽力，而且要全力以赴。放心吧，我不会让你失望。林姐，看到你这个表情，我就知道复查的结果很好，对不对？当然了，我跟我的宝宝都一样健健康康的。我真该把你那天向我求救的视频拍几张图下来。我从来没见过你那个样子，仿佛天都要塌下来了。你的泰然自若呢？你的冷静自持呢？哎呀，你是没当过妈，你根本就不懂。你知道吗？我当时觉得只要宝宝没问题，你让我做什么都行，真的。对了，我还没谢谢你呢。如果不是你提醒我去找 Grief，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虽然这个事情已经解决了，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你，这只是你孕检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以后你有可能还会面对更多的问题。我的意思是，孩子不能没有父亲。你也这么说？还有谁这么说了？我今天去拿报告之前，一个朋友也这么跟我说，他说宝宝不能没有父亲。那你的决定是？我想去找 Grief。你打算联系孩子的爸爸？哎，我
知道，他们肯定不可能告诉我孩子的父亲是谁，可是我总要试试吧。我现在特别想知道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你说说，一个小小的地中海贫血就那么严重，那万一这个人以后有什么遗传病史，或者是精神病史什么的，那怎么办？这可是关乎宝宝一辈子的事儿啊！我明白了，你有什么事情尽管跟我开口，知道吗？好吧，谢谢。你怎么又来了？中午有时间吗？干嘛？逛街啊！我发现了一个特别适合你的地方。逛街？无事献殷勤呐，非奸即盗。当你答应了啊。爸，去开下门啊！好嘞，来了来了来了！哎呀，唐医生啊，来，快里边请，你可真是稀客，来。小秋啊，唐医生来了。叔叔，我今天把药给你送来了，身体好一些吗？哎呦，我呀，很好。哎呀，唐医生，你看，真谢谢你，大老远的还给我送药来。哎，小秋，再炒俩菜，今天留唐医生在这儿吃饭。爸，你先别着急，万一唐医生有事儿呢，你不能在咱家吃饭呢。没事，小秋，难得今天叔叔高兴啊，那我就留下来。你看看，唐医生没事儿嘛。哎，赶紧再炒俩菜。唐医生，今天啊，一定要在这儿吃着饭。我呀，还一瓶好酒，金六福。叔叔，你忘了，你不能喝酒。我不喝，你喝呀。好。哎，小秋，还愣着干什么？快炒菜呀！好，来，这边请，咱们俩喝点茶。哎呀，唐医生啊，我老想您过来坐坐。最近工作忙吗？还可以，是吧？我想让你来玩儿，坐坐聊聊天儿。哎呀，你这孩子，叔叔可喜欢了。哎。珊珊，班车要来了，你不走啊？你们先走吧，我还有点事儿。先走了啊，拜拜。唐明哥怎么不接我电话呢？该不会去找那个送他胸针的女人了吧？